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8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最近是接传出咱台湾人去中国说互中国哭起来代志。最近嘛传出有一贯道的道亲去中国防止控工，用旅游的名义要发展组织，再互中国压去问话，问几落工。咱陆委会是表示，进前嘛有民众，敢若是早推广食素的册，安尼嘛袂使。中国不注重人权，所以政府是建议民众莫去中国。以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一贯道传播全球80个国家，伫中国也真侪信众。不过最近却是传出有台湾人入境中国，防指控以旅游为名散播并且发展一贯道组织，互中共扣留并且询问罪工。一贯道总会证实确实有信众踏到中共红线，早具有中国文理的册，互海关敲掉，这点要特别注意。危险一定是危险，但是我们是以传统文化做基础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在总会一直在不断的开课，就是让大家要知道大陆的危险性在哪里，它可行性在哪里。台湾地指出，进前有信众早真侪本地警察入境，就互关押入罪，以及组织利用回道门破坏法律实施罪，也提醒信众伫中国集会嘛要特别注意。陆委会讲，进前也有早数十宣传册入境互关押的案例，建议民众无必要莫去中国。学者是指出，习近平第3任期以来打压宗教自由，所来之的愈来愈紧缩。不单只是会宗教的一个团体，也不单会只是学者，也不单只是一般的企业，恐怕就连到中国进行旅游观光都有可能会面临会被骚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我们一贯支持正常的两岸宗教交流。对着国台办讲话，陆委会指出，中共当局一向无咧管人权的保障，民众近年来到大陆做各项交流，拢有人身自由甲安全受到侵害案例发生，提醒民众到中国进行应该认知中共集权统治的体制，并且细心评估可能风险。若确实有到中国必要，先到陆委会系统登录，以便第一时间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关心海虎占南3个官兵日1时落落海，甲单还未找到。伫昨下晡1点45分，伫小琉球南边海域，佫发现一领红色的救生衫，也毋过同款无看到人。海虎占南日1伫小琉球附近执行任务的时，因为风影上大，造成6个官兵摔落海，有3个人互救起来，也毋过有3个人失踪。虽然即摆已经经过黄金救援72点钟，也毋过海军并无放弃。顶一日有找到一领红色的救生衫，也毋过无看到人。伫昨昏佫找到一领救生衫，也毋过同款无看到人。海军表示一定会继续找找。再来，咱来关心总统选战。国民党的侯友宜昨昏是登去伊的故乡嘉义拼南部的选票。针对伊的牵手伫文化大学边仔开选院的争议，伊是强调因绝对无趁非法的钱，若有就会退选。因若民众党的郭文哲是伫网络顶头强调讲，台湾爱换新，爱脱离哪力。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是伫党内的中常会表示，伫明年1月初3，因要伫全国817个路口发动全国总动员，希望会当延续4当前总统蔡英文摕到817万票连任成功的气势。选战最后拼挑战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立即登家乡嘉义拜票。最近开选院争议正做选举公共焦点。对此，侯友宜的家后任美玲透过公开批表示，规个代志是合法继承，依法处做纳税。咱2020年6月甲厂商租约到期，会将规栋大楼改造青年房舍出租，也是改造社会主体。一世人清清白白，我早有讲过，侯友宜一世人。俺开一家人吼，是非法来源的一家人。你听好，我听好直接讲，我总统很不算。侯友宜强调，土地是太太结婚前继承来，也因为烦恼担任刑警的侯友宜随时出任务，一去无转来。丈母为着照顾查某囝甲查某孙家幸健，另外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就网络节目接受专访的时，佫发出脱离哪条龙头，台湾需要脱胎换骨。2024对台是个选择，你要回到过去那一套嘛，从核电到中国问题嘛，就是很诚实的去面对问题。你只要敢面对问题，我跟你讲，80%的会解决掉。民众党最近启动6节模式，陆续举办大型造势活动有关选情。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是个前进华党副选家仔，也表示伊才是唯一了解城乡差距副总统候选人。唯一曾经在台北以外的地方服务，可以从台北以外的角度来看台湾，来理解我们城乡的差距，跟台北以外的角度的副总统候选人之路。最后，冲刺阶段热枪队也下达2个任务：1月初3启动全国站817个路口，各地线顶串联，也标记打卡上团，展现团结气势。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南平水汽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北部、东北部温度嘛会较凉，咱同齐来看温度。今日早起，各地低温大约是17度至20度，也若北部日时高温有21度至22度，其他的所在高温是23度至25度。也若今仔日全台湾拢会落雨，爱等到暗时啊雨才较停。伫遮方面的北部、花莲、恒春半岛雨嘛落较粗。明仔载南边的水汽就会减少，也毋过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北台湾同款是感觉较凉冷的，温度大约是19度至21度，其他所在是早暗会感觉较凉，其在所在低温大约是18度至20度。元旦连假特别到位啊！气象署是表示，咱台湾本岛平地日头上晚落山的所在是伫台南的七股，时间是12月31日下晡5点24分49秒。也若2024年头一撮日头光，上早出现的所在是伫台东的红头树，时间是早起6点32分32秒。也毋过，跨年元旦这2天，咱台湾有冷空气会到位，强度是要挖进大陆冷气团的级数，所以乡亲总讲有要出门去跨年，一定爱穿好少。有想要看今年最后一摆日头落山无？气象署公布，跨年迄天日落时间甲地点，屏东小琉球落日亭日落时间是下晡5点24分42秒，台南七股海堤是下晡5点24分49秒，也是本岛平地上班日落所在。也毋过新北淡水渔林码头。桃园考树港湿地甲台中高美湿地，因为风位的关系，受陆地天空线影响，较无都看到日头落伫海面上。淡水渔人码头，还有台中市高美湿地受到陆地天际线的影响，所以比较难看到日落海平面这样的现象。姚民众想要看到新年头一道日头光，上早日头出来所在是台东南市，东清的早是6点32分32秒，屏东龙溪生态保护区爱6点35分02秒才看会到。花莲七星潭甲新北三条角灯塔日出时间是6点36分。不过无论是要看日头落山，还是日头晒，气象署提醒，跨年嘛甲元旦受到强度一百到大陆冷气团的冷空气接近，气温会再来下降。31号到1号这段时间，温度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哦，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在跨年夜出去的时候，天气上来讲逐渐的好转，那但是温度上来讲是比较低的哦。跨年除了前后小，嘛要闪开塞车的路段，公路局讲，大高线、苏花路龙甲南回公路拢开塞车，第一线水底寮到红港上款车真多，另外第61线红皮到香山总共赛路段车也袂少。像疏运的路段，像台61线、台9线、省道跟国道相交的一些交流道的地区，以及风景区的路段，都是比较容易拥塞的一个路段。公路局提醒，元旦连假出佚佗的民众，若无想要离塞车，上好闪开开塞车的路段，甲这时间才法度好划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连假来的首都昨昏空气是真歹，空气品质的指数达到危险的级数，也若附近的国家印度的首都嘛同款。孟加拉首都打卡好几站高高有道烟雾大条咧。根据瑞士空气清净科技公司 IQL 监控数据，27早起9点，这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都市，空品质达到315个，危险水准是全球污染上严重都市。一直咧去大型建设加过度使用化石燃料，让空气品质一直恶化，百姓就安尼伫健康付出代价。যে নির্মাণ সামগ্রী আছে আরো বিভিন্ন দ্রব্যাদি রাখা আছে।
中国药水想要改善，不过变成认为做了还阁无够。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这种污染空气成分有固体粉粒啊、垃圾的水气甲气体来掺做伙，每年伫孟加拉造成1/5的人早死。另外，打卡部分地区空气当中的垃圾微粒啊，比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高出20倍。印度首都新德里污染也真严重。根据中央政府资料，27的空品指数是378，是极差等级。交通运输能见度伤过害受影响，超过100的航班延误，铁路也停驶。今年空污浓雾飘移，阁予澳洲雪梨的空气品质用要正做第2个印度新德里。世界银行都要求孟加拉甲南亚国家更加密切合作，改善空气品质。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家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载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第5届工业菜馆伫明年元旦要正式开始卖。台湾菜馆是表示，所有电脑型的菜馆伫年底就会停止发行，所以为力彩200是这一届上尾一期开奖，2亿的头奖若是无人中，就全部分配去2奖。若29要开的大乐透头奖，若是准讲同款无人中，奖金就会拨去这一期的2奖到4奖。来关心《自由时报》。劳动部有公告讲，明年元旦开始要正式启动各样安定措施，时间是半年。7大减班、休无薪假真严重的行业，劳工伫2024年总共有休无薪假，顶半年就会当去申请每个月上悬9200块的薪水补贴，上长会当领半年。继续关心《联合报》，各项学士班自2019年开班以来，招生的状况无啥理想。台大等5间学校就已经决议讲，113学年度要停止招生。即马全台湾敢若剩清华大学、成功大学、中兴大学这3间也阁继续办，也阁国防部伫顶个月写公文去要求学校停止招生，引起不满。教育部即马是表示会请国防部阁斟酌思考。因若新北有一间高中的国中3年的学生囡仔，有2个人伫25迄天冤家，结果有一个姓郭的查甫学生炸刀去学校，用刀去挂着另外一个同学的颔骨甲胸坎，受伤的学生互送病院抢救，也毋过伫昨昏不幸过往。即马新北的地检署已经派检察官去验尸，初步是确认讲，即个死者的学生囡仔身躯有10刀。专案即马已经改向杀人罪，也是伤害致死罪来侦办。都是上课时间，学生陆续到学校。新北市这间校园25迄天爆发过阿妈棍案，一名国中3年学生和同校的学生拿警察刀攻击胸坎甲阿妈棍，经过抢救，有完宣告死亡。我们经过证实呢，学生已经在昨天晚上辞世。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遗憾跟痛心。那接下来教育局跟学校会全力来提供家长有关于法律跟家庭支持的各项协助。4过查甫学生亲像要为女同学出去，拿刀攻击15岁查甫学生，造成伊大量失血，也失去生命现象。伫总理也克无救治，恢复喘气心跳，也毋过经过人工急救，最后死亡，失去少年生命。新北市教育局表示，已经指派心理师等人驻校追踪辅导，也毋过即马搁较表出受伤的毋哪一个。没有这样的状况啊！我不晓得那个网络讯息从哪里来啊！我们看到网络讯息，我们就去再做求证，都没有这样的事哎。案件一直拖烧，网络搁传出，代志发生迄当时，有一名女同学遭击倒3工，手也受伤，因为学校中称只有1个人受伤。查甫学生过身了后，新北地检署指派检察官上验，初步确认死者身上有10个所在刀伤，分布伫阿妈棍、胸坎甲脚趾片。我们只有处理详验少年刑事案件，要等到法院审查重罪的话，他就会移给检察官侦查。涉嫌动手的4过查甫学生已经向裁定收容，专案无排除转由杀人还是伤害致死罪嫌侦办。也毋过检方表示，相关案件调查也伫少年法庭，只要法院裁定以上，检方都会介入后手的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个案，教育团体即马是呼吁政府爱去检视学校内底一寡针对高风险少年囡仔的辅导机制，敢有够，敢有不足的所在，而且现有的老师在管教学生的办法，在执行上敢有困难，而且嘛要求爱看重家庭教育和家长的管教责任。教育部
是表示一定会检讨来保护学生囡仔伫校园的安全。新北国3学生伫校校内底互挂着脑后死去，而加害者把因案收容，则对少年关护所带转来到学校。各高民讲，政府应该来检视有问题少年的辅导机制成效无好的问题，也若主管机关更加应该提供资源，落实有问题少年中介教育。伫辅导确实发挥功效了后，经过评估了后，才转来学校，才袂互相关攻击学生的事件搁再来发生。实际上，少管所它就是把你关在一个看守所一样一个里面，把它关起来。它是用隔离的方式，时间短1个月，长3个月，这样这中间没有听到任何辅导、照顾这些的过程，也没有沟通协调的过程。教育团体认为，近年来学生校校攻击的事件有增加的情形。对教育第一线来看，现行的教师辅导管教学生办法，执行上出现袂少困难，常常互老师唔知要怎管教，甚至互投诉。另外，真侪问题学生往往甲家庭的环境也有真大的关系。建议若是要修法，嘛要互家长嘛要负起这个管教义务，也有法则。在辅导管教办法里面，并没有相关的强制家长一些带回的责任。目前来讲，其实是没有法则啦。愿意配合的是 OK， 但是有些没有办法配合的，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困扰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长期帮助读书读到一半，不过读的这些少年学生的 NGO 团体认为，这些少年往往来自适龄的家庭，对学校生活难以适应，学校也欠缺强制力。政府确实有必要投入真侪资源来改善条例。教育体系、社政体系，甚至司法体系一起来思考这一块需要的环境，对比较少数人然后比较个别的需要去开他特别为他有用的课程，探索很多他未来可能性的课程。那还要去避免他有太多在社区或家庭环境里面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对着各方建议，教育部强调会检讨现行中介教育了后的辅导评估机制，也会尽速了解学校安全检查限制，甲地方教育单位研商，落实保护学校学生安全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南韩伫昨昏，因是举办一场正罕见的防卫演练，有超过1000个南韩的军警，也有消防人员参加。这场演习主要是在模拟北韩对首尔发动攻击的时，因是要安怎应应。首尔市长就表示，因为看到以色列向向和哈马斯攻击，伊讲这件代志对南韩来讲是正大的假事。建造百姓无休的北韩特务，偷偷藏入南韩首尔供水设施，想要和哈马斯发动突袭。这是南韩日前举行一场防卫演习，模拟北韩对南韩的供水设施、电话网络站台及其他基础设施发动攻击。 세계 최고 수준을 자랑하는 이스라엘의 최첨단 방어 시스템이 재래식 포탄과 원시적 수단으로 무장한 하마스의 기습 공격에 속수무책으로 뚫린 것은 우리에게도 시사하는 바가 매우 컸습니다. 超过1000个南韩军警甲消防人员参加演习，因为首尔离北韩的军事边境只有38公里。首尔作为南韩政府企业甲金融中心，人口有940万居民，也有140万人伫遮食头路甲读册，所以爱做好做着攻击的准备。 훈련과 식별한 보안 사항들은 상호 공유하고 발전시켜 앞으로 북한의 도발과 테러 위협으로부터 국민의 생명과 안전을 지킬 수 있도록 통합 방위 태세를 더욱 강하게 나갈 것입니다. 북한은 언제든 도발을 감행할 수 있습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우리 또한 그 어떤 도발도 이겨낼 수 있는 확실한 대응 능력을 갖추고 있어야 합니다. 首尔市长吴世勋对北韩立场强硬，主张南韩爱有家己的协助，才能抗衡平壤的威胁。不过，南韩总统尹锡悦摆渡有协助的可能，强化甲美日之间的军事联盟。南韩防卫事业厅同一天也宣布，甲美国签约，购买10架 F-35A 运型战机，会为2007年开始运去南韩。 特别南韩一直展开军事行动应对北韩的威胁的时阵，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劳动党第8届中央友好会第9摆全体会议。金正恩讲，2023年是伟大转变甲变革之年。不过，北韩官方媒体发布影片，美国总理金正恩这看起来是奔驰 S 系列的顶级飙车到会场，这期是不是违反联合国制裁措施？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 伊拉法国出名演员杰哈德·巴迪尔是互10个女性指控伊性侵害佮性骚扰。3当前，伊已经互起诉。伊拉法国媒体最近佮也讲，伊嘛捌发表性别歧视的言论，互伊佮一届引起争议。
今年74岁，因为演大片《精神》得到坎城影展的最佳男主角，而且佫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伫国际是较有名的杰哈德·巴迪尔，已经演出200多出的电影和电视剧，伫法国的演艺界是真重要的人物。但是伊所防指控讲，伫2004年到2022年之间，伫拍片的现场对临时演员和化妆师等等，骹来手来，受害者拢总13个。3人前伊已经因为性侵害的罪名被起诉。最近，有法国媒体放送纪录片，表讲因捌伫2018年访问北韩的期间，对查某口役员和骑马查某囡仔讲黄色的有诶无诶。法国文化部长马拉克认为伊合法更加见效，要甲分众讨转来，但总统马克宏看法无共。I'm a big admirer of Gérard Depardieu, and I say this as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and as a citizen. He makes France proud. 各50几个演艺界人士做伙伫法国的报纸发表公开批，挺杰哈德·巴迪尔，主张讲无应该无承认伊伫演艺界的成就，讲攻击杰哈德·巴迪尔就等于是攻击艺术。结果这张批是引起更较侪争议，有女性主义者跳出来质疑。Pourquoi il serait protégé juste parce que c'est une personnalité importante et derrière ça on a des femmes, des jeunes femmes qui ont subi, je veux dire oui, vraiment des agressions, des viols qui vont les marquer à vie. Je veux dire et pourquoi elles auraient pas le droit? 事实上，杰哈德·巴迪尔过去的争议就真侪，伊捌为着无喺6岁放弃法国国籍，去罗西亚入籍，嘛捌啉酒赛车，搁捌伫飞行机顶悬啉酒醉，就伫大家面头前放尿，互其他乘客是惊甲要死。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2023特别结束啊！回顾2023年人为的灾难，上届受国际上注意的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哈马斯伫一场以色列的音乐会顶头向发动轰炸，白走平民。以色列开始报复。这场战争拍甲打，国际上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对当前转做反感。也那战争嘛拍袂收煞。伫过程中，俄罗斯的佣兵组织瓦格纳兵变了后，因咧偷人，普里戈金尾也是摔飞人机死亡。也那伫即阵，非洲阁有真侪国家是发生军事政变，3冬来已经有7个国家，嘛互非洲成做全世界上界无稳定的所在。2023年10月7號透早，巴勒斯坦的武裝團體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射5000粒火箭，佮直接衝入去以色列南部攻擊一般的民眾，造成至少1400幾個人死亡，而且哈馬斯佮掠走240幾個人做人質，手段非常殘忍。以色列第二天馬上宣戰，開始伫加沙走廊展開激烈的報復。以色列逐天發動空襲，無論是病院、難民營，攏變成攻擊的目標。到2023年年底，加沙走廊已經有超過2萬個巴勒斯坦人死亡，是當地50年來史上上界嚴重的一擺衝突。雖然兩邊伫11月底捌暫時停火4天，嘛互相交換一寡人質，但是隨時又佫繼續相戰。以色列為着要消滅哈馬斯，完全無顧一般巴勒斯坦民眾的死活。國際社會出現愈來愈多反對以色列、聲援巴勒斯坦的聲音，但是就算是聯合國出面要求以色列停戰，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依然是態度大甲正硬。אנחנו לא נעצור את המלחמה עד שנשלים את כל יעדיה, השלמת חיסול החמאס ושחרור כל חטופינו. 羅西亞甲烏克蘭的戰爭，2023年進入第2冬，戰事並無重大突破甲進展。不過，在戰爭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羅西亞瓦格納傭兵集團，竟然在6月23號發動兵變，戰車直接開入去羅西亞南方軍區，佔領規個市區。好在在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的協調之下，這場兵變才短短1天就結束。但是，在兵變發生2個月了後，瓦格納集團的領導人普里戈金卻向發生意外，伊所坐的私人飛機落落來，普里戈金當場慘死。互大家看到伊反背羅西亞總統普丁的下場，就是安尼。因為對烏克蘭發動戰爭，互真濟國家感受到羅西亞的威脅，芬蘭甲瑞典都改變過去保持中立的立場，決定加入去北約組織。芬蘭在2023年4月變作北約第31個會員國，瑞典受到土耳其甲匈牙利的反對，申請案也未過關，明年應該就會當順利加入去北約。但是因為戰爭已經拖2冬啊，美國甲歐盟對烏克蘭的支持力量漸漸地減弱。
美国共和党的议员伫国会将拜登总统要援助乌克兰的预算动落来，后面要援助乌克兰的500亿欧元，嘛因为匈牙利的反对无法度过关。战争若是继续拖到明年年底，万一美国是共和党的 Trump 当选总统，对乌克兰来讲，恐惊会更较不利。2023年7月2日，非洲国家尼日的军人发动政变，将总统压起来，关伫总统府内面。1个月了后，另外一个非洲国家加蓬嘛发生政变，才拄伫选举当中选赢要连任的总统，同款互军方压起来关。Avons décidé de défendre la paix en mettant fin au régime en place. 事实上，自2020年以来，非洲已经有7个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其中6个拢是以早法国的殖民地。真侪民众唔但支持军方的政变，佮要求法国的势力要退出因的国家。伫民众强烈的抗议之下，法国宣布将因派伫尼日的军队拢总退出。但是另外一方面，罗西亚的瓦格纳集团伫非洲的势力却是愈来愈强。中国嘛是直直想要把手伸入去非洲。军事专家认为，非洲的政变会阁继续发生，真有可能会变成中东以外全球后一个局势非常无稳定的地区。记者甘延恩编译。今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伫莫斯科和印度的外交部长会谈，会后的时有表示，俄罗斯和印度即马伫联合生产军事装备这部分，这个计划谈判已经有实质的进展。继续关心北韩的中央通讯社今仔日是报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令要求军队、军火商、核武部门，拢爱做好战争的准备，来因应美国的对抗行动。继续关心人工智慧 AI 机器人爱靠大量的资料来训练，包括爱用网络顶端会当摕到的新闻报道内容。也毋过即马，纽约时报是去告 OpenAI 甲微软公司，讲因非法使用报道内容来开发人工智慧服务，即马是告因侵犯版权。再来镜头，搁等下咱国来关心台东有无党一个立委候选人，名叫做柯瑞贵。伊互检举拿亲像宣传品超过30块，检调昨昏是去伊个竞选总部去抄，搁有传12个人去说明。经过检察官审问了后，伊尾也是互以6万块交保。检调忽然间来啊，甲规间厝拢变过来，安尼敲吹，大门关起来，要互出入现场爆发冲突。昨个冲突真激烈，宣传品落甲规涂骹。检方27号行动去甲台东县无党籍立委候选人柯瑞贵的竞选总部敲吹，伊疑似互检举讲伊的宣传品价值超过30块，嘛是台东第一件疑似涉嫌贿选的案件。2块钱的面子，2、3块的面子，就这样而已。唉，我所有竞选团队都没有，竟然被选举贿选。选战剩无几天，除了继续查贿选，了不起的警察嘛查到姓何的查甫人涉嫌和对方的制度师来斗空，联手来做假证件，因为已经流入市民，警方烦恼讲，恐惊会扰乱选举。以每张1万多块钱，透过店到店的方式交给了每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追查留下，以净化选前治安。用指纹线顶来检测，才会当分真的也是假的。红插扣的半成品名含身份证号拢对得到。警方烦恼讲有心人士是假人的名来投票，因为选务人员敢若会核对证号和名册，选举不法的教授800种，中国解选嘛无得停。伫台中咧唱歌跳舞，一个细粒的查某人，家己讲伊是国民党立委洪忠军的特助，家己地检署是接到证据，伊涉嫌接受中国某咪代办的资助，用两化参访交流的名义，带村里长到中国接受陆地的招待，获选了27成阿金建准啊。要求说，那个参加的团员啊，我一定的那个投票权的行使啊，确实接受这样的指示的话，那其实也是会涉及到相关的那个。选罢法。那在所有办案件里面境外势力的介选是难度最高的，因为什么资料都没有，资讯流没有，金流没有，我们检察官等于是个瞎眼在办案。选举日是愈来愈近，境外势力解选这案件一直出来，统计到12月17，已经有93件，涉案的有满200个人。检察总长嘛承认讲，其实这种案件对检方来讲嘛是新的领域，要侦办嘛是一个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
也那新的市长高虹安昨昏是专工来台北，伊是到台北地方法院开庭，早起是先出庭诬告案，下晡伊是出庭涉嫌诈领助理费的假钱案。新竹市长高虹安官司纏身，当时有诬告案甲涉贪立委助理费46万，两案拢第二次开庭。高虹安早起出庭诬告案，对女被教授陈时芬指控论文抄袭。经过2点钟法庭审问，双方对法庭上来交手，到讯后继续来批评。陈时芬批评高虹安唔知影家己抄袭，高虹安是反击陈时芬是做工者，把内容搬到另外一份文稿，他不可能不知道。北一女、台大、北桃北这么优秀的台湾人才，竟然不知道这个叫抄袭，好，这是今天攻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我们不知道该叫他是侧翼，还是真的是所谓的这个媒体就所谓的这个教授好了。其实说真的，他的公信度已经非常的低。另外，伫下晡，法院搁再对高虹安涉贪助理费调开，准备听诉庭。团员已经认罪前办公室行政主任黄慧文、前办公室主任陈焕武，也搁前法务助理，但叶凯这3人出庭，要讨论高虹安申请调查证据的必要性，并且排定审理的计划。另外，维护专认罪前助理王一文坚持不爱认罪，是安排明年1月出庭。这个案件一审判决结果会有关高虹安市长的职务，伊进前拢主张无罪答辩。因来法庭高雄中团自新竹市公职会用考绩为理由，爱员工集体请假去旁听，引发争议。常常也会有很多人都很关心我，那甚至在地方上也都有很多人在声援，所以我想也许他们自发性的去想要说，是不是报名看看旁听，能够来了解一下、关心一下现场，做一个声援的动作。高虹安后任党员公职会员工来法庭旁听，强调是员工自发性报名来，表达关心，无下达任何指示甲动员。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镜头来高雄。高雄有一个查甫人，伫今年10月份的时，伫10天内敲交通电话，敲去市民专线1999。伊讲有人要行底路，害相关人员是无用甲戆说，毋过伊其实是讲白贼。落尾呢，伊是互警方依照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法办。毋过即马法官是认为讲1999的服务人员毋是警消，无权受理报案，所以无符合处罚的要件，判即个查甫人无罪。今年6月，高雄小港这个查甫人2天是连续敲11是敲到15通，互警方照社会特殊维护法移送，同款是假报案。今年10月初7到16，前经过某一个适龄的查甫人，连续敲9通电话去1999的市民专线，假讲有人想要开要自尽，仿照社会法的故意向公务员假报灾害上班，但法官说判免罚。纵使之后经由1999专线人员的转知。通报了110，但是仍然难以认定是直接向受理救灾的公务员谎报灾害。长时间的战线，其实就减少了其他的民众对公共服务这个进线反应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也会觉得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可取的。法官认为讲1999的客服人员，毋是警察、消防这种有权限去受理灾害报案，也是救灾机关的公务员，加上都应当是无经过专业判断，无法度确认就是适龄的查甫人的声，才裁定免罚。我觉得应该要罚因为那个政府给人民的资源才不会被滥用。如果很多事情都是非常用传统的方式去包容，都不要罚，那这越来越多就是可能恶作剧啊，那真的会耽误到一些真的紧急的事件。高雄的市民专线对开始办甲打已经15天，24点钟服务嘛拢无收钱，主要是受理民众的真情，或者是反映讲路袂白、电火袂光这民生问题。民众透过电话就会当得到下局处的服务，和119还是110这种报案的电话性质无同，对着假报案伫司法的结果嘛无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中华师范大学附近点头真济，路阁无介大条，所以近摆若是上课下课，人甲车拢会挤做伙，交通就会真混乱。即马中华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有发起安全步练大游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过路人的安全。彰师需要人行道，彰师需要人行道，行人安全才会到，行人安全才会到。
学生伫校门口大声发出诉求，希望学校附近会当有安全行路的空间。中师大学生会表示，学校附近无人行道，若上下课，学生就需要行伫大路，参起机车抢路行，真危险。现在彰化师范大学前面的人行空间是真的很恐怖。那在这样子容易出事的情况下，我认为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居民，他们都有更多行人安全的议题需要被保障。我们甚至去做联署书，去问店家意愿，以及说店家需要什么，希望透过这样的努力，可以达到彰师这边有第一条人行道的出现。根据学生会调查的资料，有9成的师生伫学校附近行路，也是赛车、骑车，感觉无安全，甚至有将近2成的师生捌发生过交通事故。建立人行道对过路人参驾驶来讲，拢是保障。对此，彰化市公所表示，实施人行道牵涉到无同的权责单位，佫需要时间来沟通协调。阮绝对真认同学生的诉求啦，吼。但是这个人行道要施设啦，吼，这个公权力的实施涉及到一些路权还有建筑法规，所以即马公所绝对愿意甲县府共同来合作。市公所表示，会先办理学校头前车路障碍物的排除，减少违规占用，冒请相关专业顾问公司制作申请计划书，预计明年2月向国土署提出优先行政的相关补助。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晚声乐团长期推广台湾音乐，甲台湾多元文化正做音乐的元素。伫元旦的时，伊嘛有一场正有台湾味的新年音乐会。即届因除了参咱国内的朱宗庆打击乐团合作以外，嘛特别邀请国外音乐家、指挥家来共同表演。大人拢熟悉的歌谣《草莓啊人家讲》，由来自韩国的洋片音乐家崔那庆带领，参台湾的原声乐团合作演出。I've experienced more Taiwanese music than before, and Taiwanese music is very soulful and a lot of singing quality. 原声乐团今年第6年举办的台湾的声音新年音乐会，也甲朱宗庆打击乐团合作。佮邀请美国回来的指挥家陈美安来指挥，元旦会伫国家音乐厅演出。非常感动，在台湾我们自己的领土上做自己引以为傲的音乐，可以用一流的音乐家，让这样子的平台可以为台湾发声。原声乐团即摆的新年音乐会，佮有以台湾知名小说家琼瑶的这作品为主题来编曲演出，呈现出台湾音乐文化的多元丰富。台湾的音乐其实非常的多元哦，除了4大族群之外，其实我们有传统戏曲。对，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不管是流行音乐、电影音乐，哦，甚至是有当然是当代的我们台湾作曲家的创作。好像去年哦，我们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当然是在外国音乐家写台湾的音乐。在之前，我们也有全部台湾100年的电影。原声乐团希望甲台湾音乐古典化，提升音乐的展出，也爱甲有台湾味的古典音乐销解予无同国家的听众，用音乐来甲世界交流。记者龚兆水台北报道。自日本时代起的新竹水道接水口，甲达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当初是提供大新竹地区主要的用水系统。伫民国108年的时，有成立新竹水道储水口的展示馆，内底有保存真侪过去使用过的机械。最近嘛举办体验活动，要提醒民众、提醒乡亲，伫生活中就爱珍惜水资源。我们有私人凿的井水，有公家挖的井，但是合乎卫生大概只有13%而已。透过导览讲起过去日本时代新竹地区拢是以乌井来提供民众用水，后来因为卫生问题，才在1929年成立新竹水道，提供当初时大新竹地区3万人口使用。后尾去宝山净水厂参抽水站了后，新竹水道则摕落来变展示馆，予民众参观。可以
亲近的看到我们台湾的水资源，或者是新竹的水文，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包括现在孩子其实很难得知道，就是现在的水在过去是历经了什么样的过程，净水才配到各户人家里头去。1929年，也就是昭和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新建完成了。那当时呢，是作为我们日治时期是作为新竹街都市的供水系统。然后一直到后来宝山的净水厂跟新竹第4抽水站新建以后呢，相关设施在1981年的时候停止使用。展示馆内面会当看到过去使用过水管、抽水泵浦等等机械。另外，最近目举办特色展览，现场除了互动游戏以外，民众更会使透过 AR 技术来了解新德水道过去的运作方式。就是一个是天车，再来就是那个取水口要怎么取水。新竹水道的取水由哪里取？然后我们可以分作台湾的水、家庭的水、人体的水跟城市的水，还有我们取水口的水。每一个人如果有节约能源的观念的话，这个水就会源源不绝。透过展览，文化局希望让民众知影过去新德地区水资源的演变。也希望提醒民众爱珍惜水资源，了解水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第47届金鼎奖昨昏举办颁奖典礼，鼓励侪侪优秀的出版品和出版社。今年嘛有真侪关注本土台湾文学的作品来得奖。恭喜得奖人！金鼎奖颁特别贡献奖予一生坚信出版本土作品的前卫出版社社长林文钦。金鼎奖是台湾出版社上荣耀的国家奖项，创办到今已经第47届文化部第27举办颁奖典礼，鼓励侪侪优秀的出版品和出版社。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前卫出版社经营40多年，特别贡献奖是一个地道的荣耀。社长林文钦悄悄讲，家己到存命，会伫咧本土的路线继续拼落去。一个国家的国力应该是反映伫文化内面顶，我也鼓励咱的国人同胞，你能力范围会使的程度之下，爱来讲咱的台湾话，讲咱的母语啊，那我都写写咱的台语文啊，读册咧，读台湾册啊，大家共同努力。这届得奖的多数出版品，台湾文学有真侪出场的作品，比如和白色恐怖相关的《白色卫伤》和《火烧岛罗马到15号》。另外，伫咧政府出版品杂志类有深刻台南特色的盐分地带文学。自2005年创刊是全国第一本风土文学杂志，以文学关注在地的环境、人文和产业，这18年来头一届得到金鼎奖的肯定。在这个风土的范畴里面，有的时候甚至作家们都觉得他宁愿上盐分地带文学，也不要上联合文学杂志哈。所以我真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悲。盐分地带18年，我们成年的这个日子里面，可以得到这个殊荣。那最后我想要引用那个台南的前辈作家叶石涛先生所说的一句话：没有土地哪有文学。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台南这块土地。出版是台湾软实力和文化展现非常重要的产业。文化部长苏铁表示，这几年出版业拄当侪挑战，文化部嘛会思考对各方面来支持。伊指出，文化部对待规划高单有48%用伫咧买册，比南亚扩大发放来挺台湾出版业。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这一届金鼎奖的特别贡献奖是颁予前卫出版社的社长林文钦。40当前，伊就成立前卫出版社。迄个时阵是咱台湾反对运动正兴的年代，伊拍头阵出版真侪有台湾本土意识的册。伊嘛是推动台语出版的先锋者。伊讲伊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透过出版，互咱台湾会当培养出属于台湾人的精神和气质。金比总部的公文。早金公文。前卫出版社社长林文钦手提当年互警备总部查禁的公文，伊伫1982年成立前卫出版社，当时是戒严前后台湾反对运动正兴的年代。伊出版侪和政治、历史甲台语相关的册，为台湾主体意识拼一条出路。林文钦表示，会号前卫是有左派先锋的印记伫咧。伊讲家己有一个戆胆，毋惊互国民党政府查禁。对于反对运动，你行到爱培养台湾意识嘛吼，希望讲若有气力，我就爱尽量来做有关推广台湾本土的这物件。
社长林文钦今年要70岁，投入出版业已经有40年的岁月，伊是台语出版的先锋。比论早期有台语研究的王玉蝶专辑、台湾俗谚语典等等。这几年嘛发展翻译文学，像台语版的《小王子》、《傲慢甲偏见》同真抢市。伫咧前为大10档的主编郑清宏讲，台语册伫市场一直拢真边缘。这届社长会当摕到金鼎奖特别贡献奖，嘛算是为台语册出一口气。社长不管是做人，或者是讲编辑的技巧，其实拢伫咱做工课过程当中拢有真侪看价，所以我认为这其实是对咱本土知识的处理甲编辑的这个技巧是真重要的传承的一个过程。但气质，这个包括除了讲人品之外，你伫文学艺术等等方面的修养，对啊，才有法度表现出你是一个有气质的、优雅的、进步的台湾人。是，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林文钦真注重台语文的出版品，毋望互大家了解用台语嘛会当讲万事万行。伊嘛讲家己有一个较悬的目标，就是希望咱毋若爱有台湾主体意识，嘛爱培养出台湾精神甲气质，才会拢着有丰富的知识做基础。伊讲前卫出版社嘛一直拢是以这个目标去打拼的。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也若即阵北半球是寒天，伫北欧的波罗的海就当地流行一款破冰船的体验旅游行程，游客会当徛伫船头来看破冰开路的过程，嘛有机会会当伫零下20外度的环境，伫冰水内底受水。规身躯包红红，一堆人客伫甲邦欣赏冰上风光。伫北欧波罗的海上北方，当年有一段时间是冰天雪地。加做各地探险的热门地点，像一日破冰船体验，就吸引真侪观光客。为水电启程，一路航向芬兰，名叫做各地探险家的破冰船，原本是工业用破冰船，内部进行改装了后，增加真侪设备，搁由海华巡防队出身的船长法兰克将导，载游客伫零下20外度的气温之下，探索雪地世界。Yeah, it's a big responsibility, and but that's a part of the game here. That's why we are doing this. It's to take out people and show them how we make ice roads. 不过，只敢若伫甲邦看风景也无够，想要挑战天寒地冻的滋味，游客也可会当落水游泳。Even people are not considering in the beginning. They think, no, that's not for me. It's too scary, too dangerous, too cold. When they see, they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scary at all. And everyone, you don't have to have swimming skills. You cannot drown in these suits. And they're very warm. 一个两个漂伫水面上，游客穿特殊的救生衫，确保伫冰冷的海水，同款会当更加欢喜佮安全。I loved it. It was everything I hoped it would be in the river. 这座破冰船探险专程有3点钟，计售285块欧元，大约1万台票。看好后疫情旅游时行，破冰船公司有计这个寒天会当吸引至少1.5万名游客。公司新闻纽办编译。天气报你知，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有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4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有20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